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对顶礼拜开始，大家开始咧讨论台湾大学2位学生，即个讲大学的系学的学会系长，因的会长的选举选家来滚双笑。那么证件拢是知识、艳丽、偏见来讲笑亏。 那么引起着社会公愤，大人真烦恼。偏偏社会政坛甲网络是满满是，是安怎同理心？敢若食素只有初1甲15，咱继续来好好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台大人类学系。 3年的学生朱玉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护理心理商务干事，也是职业律师曾娇如准律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高中公民与社会科教授黄义中。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台湾性平平等教育协会的理事王丽淑。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我来大家了解到底这是什么事件。也许你唔捌看网络，也许你也无关心新闻，但是这件代志你一定爱来了解。这就是台大经济系的学生会正副会长的选举。那么有一组候选人的证件，牵涉到族群的知识，甲性别的知识。这个风波呢，已经对校园、社区啊社会。 台大的经济系已经通报着台大校方的性平会，会依照着调查的结果来处理。如果那违反着性别平等来成立，学生相当会去用退学。 台大经济系学生会的面册关系正副会长选举的证件，有一组候选人出现亲像女学生上微积分课程强制穿高中制服上课，也是原住民建议入学的名额减少这个证件，因为牵涉到族群加性别的歧视，引起讨论。对这样代志，台大经济系2月第一时间通报性平会，后续要根据调查结果来处理。 歧视性言论不能被容忍啊！这个伤害是真实，是不能被容忍。这个是学生自治事项，要跟他们讨论说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事。第一时间就是通报性平，等于说性平会会先决定说他是不是成案跟是不是调查。虽然这类候选人已经回实咧讲对特定族群无恶意，不过若做性平会成案调查事实，上轻的处分是新界，相当是下令退学。经台大经济系兼任教授张英峰认为，学生会是自治团体，对清楚担任政府会长的候选人的证件应该爱规范。学生会是为了服务同学嘛？那你是讲那些怀疑他是真的想要选吗？还是他只是搞笑而已？他们应该要有一个内部的规律，讲这些跟服务学生没有关，就不应该看出来。任何歧视的语言跟主张，都不是我们在教育上所乐见。如果因为有特殊的目的，而以歧视的方式作为诉求或主张，这一些都不是这个社会所能接受。教务长潘文忠讲，会请好好了解、给予辅导。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最近2年大学的校园活动也是学生选举，真侪该出现轻视、压制，也是侮辱特定群体，产生敌意的环境，伤害、压迫特定群体。呼吁政府加速制定平等法，强化甲社会沟通性别平等甲人权价值，为制度面推撒人权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啊，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进前吼，阮的制作单位呢，我已经讨论足侪工啊吼，到底是毋是到上后尾变做咱这个大人咧讨论的时阵，结果学生囡仔咪伫后面咧偷笑说，我甲你跟你滚双笑啊尔，我甲你警惕，变做你咧甲我装笑，吼，这是头一站。第二站是咱必须要采取啥物较严肃的这个讨论来讨论这个行为。 乃至到讲，这个大社会是毋是共同嘛犯这个错误，还是讲共同咱拢共款的病？哦，但是按事实哦，爱先对校园开始啊。我先请教着朱同学吼，根据你所在，也许头仔这个咱周老师在这个新闻影大讲，伊讲，伊这甲这个
黑学会的内面的服务都无关啊。伊到底是咧滚佚佗的、滚耍笑的，啊选趣味的，吼来做经体，还是来选认真的？根据你的理解，还是恁当初安尼，大家会了解是安怎？我认为咱真歹去讲，伊真正是选认真，还是选就是选耍笑的。因为如果伊是选认真的，伊反正嘛是会有票的角度。虽然讲伊可能证件看起来那是咧讲耍笑，但是伊可能会使吸引到某一个部分的人去投票互因，这是有可能的代志。哦，是安怎？其实这种言论伫咧网络上，咱定定会看到，尤其是在即马网络上，尤其是面册顶头有一个扒社的文化。这种扒社的文化，其实造成着过去一党代代的性别的平等委员会内底，其实是有一个委员，伊其实是反对这种性别平等的想法，甲反对这种概念的，但是伊会选掉。所以，伊安尼有通选掉入去？对，就是伊的证件内底就写讲，伊反对女性的权利。伊讲伊要去争遐个，就是支持女性权利的人，结果伊选掉啊。所以，如果遮个人有机会选掉的话，即个人有机会选掉的话，我恐惊无法度讲，即两个咱讲看起来那像咧讲耍笑的人。是无机会选掉的。所以你认为这件代志已经唔是讲伊是讲耍笑，还是认真的？是在这个群众内面已经有部分认同这种行为、这种言论。我想应该是安尼讲无毋对，就是伫咧所有的学生内底，我相信支持的人是少数，但是若是这群人团结起来，其实是有可能会改变一寡代志的，这是最恐怖的代志。这看起来就是社会。那是学校啦，社会缩影伫学校内面就出现这种情形哦。我来请教律师吼，这是安怎在这当然赞助足济啦吼。先请律师来讲，在社会心理当中吼，咱这有法度用法律来甲压制，譬如讲言论自由，这唔是言论自由一部分。是，咱当你讲嘛，宪法保障咱有每一个人有言论的自由，所以。大家都会讲，我有我的自由，我要讲什么，我要发表什么言论，这是我的自由。不过咱嘛爱注意到，你的言论自由袂当建筑伫别人的伤害头顶嘛。吼，我感觉今这件代志上大的问题，就是讲，这两个学生因出来道歉，因既然讲阮无恶意，这是上大的问题。因根本都无发现家己的问题伫倒位，吼，这就是问题嘛。吼，你家己的你。唔管这唔是趣味无趣味的问题，这嘛唔是讲耍笑的问题。吼，你感觉你无恶意，不过你事实上你伤害别人。吼，过去咱常常伫讲有一个生意叫拼合甘油，吼，这是一个足奇怪的生意。吼，咱自细汉到大汉，吼，敢若是只要是成绩好的学生啊，咱就感觉伊是好学生。吼，伊一定拼合甘油啦，拼合甘油，这句话足奇怪。不过咱自细汉到大汉，吼，一直听了这句话，吼，所以这句话影响。下吼，感觉就是讲成绩较好的学生啊，伊的行为就一定无问题。吼，不过这就是上大的问题啦。咱每一个人拢爱法律有一条线，吼，海法的言论自由，伊是伫咧建筑伫咧，你袂当去伤害别人这条线头顶，嘿，你袂当去强调讲我的自由，吼，啊，不过我是用伤害你的方式，也是讲这是一个会受分心，吼，也是讲我看袂起别人，我伤害别人，吼，这不是法律用继续来追问啊，既然这真显然看到，就是讲这言论看起来是超过这寸笑啊！是安怎？这个黑学会还佫好看出，虽然甲炸起来，伊佫用迄个福建吼，甲打出来。这到底这个规则嘛无明确的吼。我感觉这就是咱对言论自由一个迷思啦。吼，感觉讲对方既然提出来啊，伊既然提出来啊，吼，伊嘛有伊提出来的自由。不过咱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这个自由是伤害别人的前提，法律根本就无应该允许安尼的自由的存在。但是这事实上伫校园内面并无相当的规范嘛吼。是我感觉讲这个。这毋是规范的问题啦，吼，咱的规范其实拢有规范讲，咱伫迄即摆咱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吼，
其实内底嘛一定有规范讲，咱是袂当有安尼诶歧视性、伤害性、看袂起别人、侮辱性的这言论，其实是有规范的。所以其实应该学校，譬如讲经济学会、经济系的老师嘛，应该爱来做相当的处理嘛。我感觉根据咱即摆的法律其实一定有法律伫咧遐。有这个，咱即摆大家咧讨论上大的问题就是讲法律伫咧遐，咱的教育嘛有教。无咧用。毋过问题是啥啦？即安尼即款的代志，佫一直一件一件安尼出来安尼。就要来请教吴老师哈，那徛在做老师的立场啦。如果你若是经济学系内面，你若老师，你会安怎处理？理论上，我会主动，就是讲，这款言论绝对袂用出现伫咱正式的选举的这文件顶头对无？但是即摆老师嘛为难，我想安尼讲，你敢知？比如讲我是经济系老师对无？我若甲学生讲，你这袂用囥起来，你这款物件这证件不使囥，我死啊！我这变做我去用网络，学生随甲我出征，讲我这就是钳制言论自由的老师。你听我意思无？就是讲，这款物件变做是你今日来去主动，而且我学生问一个问题，这种大道就巧的，你有啥物资格甲我主动？倒一条法律写讲我袂使安尼讲。他律师有讲啊，讲你这违反性病啊、欺色啊，这会使吗？问题是无你去告啊，你去讲法律啊。在法官没有定罪之前，这是无罪推定原则。学生调到有村啦，所以你今日老师去主动这样代志，我你讲最好老师就是规学生，就是讲这老师安怎拄安怎。所以即摆变做是连老师，即便伊发现这样代志有问题，伊嘛是唔敢去处理这样代志。最后就是变做是会烧起来时阵，咱学生家己来道歉安尼，就是代志就是变做安尼。所以你讲咱的教育无教这吗？那我家己是公民老师。我今日专工扎咱的课本来，这是公民第一册，高一咧用的。高一。好，咱高一在咧教啥？咱就教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追求，顶头写最侪，就是咱这款有的，但是这款基本的这款人权咱拢有教啦，比如讲后壁佫有教啥？凊彩迄拢有，咱这教啥？咱这教啥？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是教讲卖歧视，咱包容尊重，这种最基本的物件对无？高二嘛有教，那高二教啥？来，你看这啥？联合国的这是我所有一寡公约有无？哇，反歧视什么哇，全部拢有。今仔日我笑去台大发一个声明道歉，台大讲伊囡仔无教好，伊嘛是引用这联合国这寡公约，所以拢有啊。你讲难道咱教育无教吗？有教，课纲教育法律拢教入去咯啊，教入去应该是上巧一点。今日这下代志，大家会这瞩目就是讲，因为是台大。今日若毋是台大，我相信可能大家感觉还好。台大就是咱认为，到即马个是第一学府，所以这款学生绝对，我相信因去课拢上上好的啦，考试拢无话讲的啦。就是伊拢想要拢办，伊写出来的物件就是挑工用政治看互你。所以你讲教育敢有出问题？我认为毋是教育出问题咧，教育就好个啦。哇，即摆咱即款，咱大家较早对老师印象歹，较早老师拢威权啊、保守。歹势，阮即摆这代老师拢是即款性别平等教出来的老师，所以我相信绝对无老师会教伊一寡有诶无诶。但是伊去学这，伊可以这样沾沾自喜。我佮补充一项代志就好，拄仔同学有讲，伊讲迄个选举嘛，迄证件，你刚刚就离奇的证件，敢会调对无？拄仔讲迄个同学，性平会迄个同学对无？来，咱来看，这个，伊的名叫做啥？这是公开资讯，所以无法度，伊这家己写。法律系的同学叫做什么？林翁万归于阮万。就是我同学讲，迄个就是伊的证件就是反性平的，伊就是要讲要争取什么男性权益的。在这届性平会委员的选举伊是第一高票。我佮讲一届，伊毋若当选，伊是内底第一高票。这就是我真正好奇啦，就是讲。整个代内面，大家是甲即个选举当作讲，反正互伊调嘛袂要紧，大家来创作一种趣味、滚生笑，来表达讲我这内面也有我一道，是到底这是什么社会心理？我认为这是一款隐性的歧视，就是讲咱若是大家咧看网络，较早看 PTT 啊、D 卡啊，是你我拄仔同学讲的霸社，有无？就一个匿名的粉专，其实因拢不断的充斥这款对人类的歧视，因为伊匿名，所以伊会使伫后壁安尼，伫面具的后壁，不断的甲伊的歧视言论透过网络去散播。
啊，今仔日讲是讲，这个人伊是就是带头的，伊要出名，所以伊出来。但是后壁迄寡人就是讲，因就是伫后壁咧，就是我刚刚去款有一种刚才以操弄，就是讲我们就是故意要投给他，回去来这个冲，我们都是要跟你歧视，但是我们不出面。我由这个同学做代表，今日这个建为台大经济系的同学嘛是共款。我相信伊凡是真正动算，因为后壁确实有一定人是要歧视，但是他们不方便出手啊。但是有两个就是要出名啊，好啊，互你去出名，互你去歧视，把我们内心的邪恶透过这寡同学的方式放到最大，真正就恐怖。所以，这我要请教吼朱老师、朱理事吼，就是讲，因家己的发言就是讲，我无恶意，我无恶意这件代志，我其实头拄透过曾律师安尼讲吼。我心头就立一个讲，切一个讲，敢讲咱人若讲啊，因为我无恶意了后，我一切就拢免责，我就取得大家会谅解，我就会当来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譬如讲经济学系的即个学长，因有讲哦，互即两个吼社会消息，吼以后找无头路，莫甲录用。啊，这两边这极端到底是安怎来处理？恁咧处理这性平的委员会的时阵，恁安怎对着人的原谅啊、甲误解啊、甲悔改是安怎来处理？其实我是伫个性别平等的教育学会，所以教育这两字哦，范围真大啦，就是应该讲，其实。伫咱的委员会的性别，头拄有讲的迄性别平等的委员会，其实伫迄法律内底受写足清楚，就爱选有性别平等的意识的人，才会当入去；意识的人才会当入去。并毋是讲你凊彩的人拢会当来选。照你讲，应该是伊有即款的言论是无法度去选。应该当选无效。嘿，伊根本连候选人都无法度入去甲对啦。啊，只是讲，即阵大家对候选人并无，因为你讲什么叫做性别平等的意识，这件代志是较歹去衡量啊，因为无迄个工具会当去衡量嘛。那啊，即阵就是愈来愈侪即款的言论出来了，我感觉颠倒，咱就有愈来愈侪的所在，就是什么叫做歧视已经出来啊，这就是安尼。反面教材啊。嘿，对，反面的教材其实足重要的，因为像我就定甲囡仔讲，因为有当时哈。囡仔嘛是会讲一寡即款话，因家己唔知影这叫做歧视。伊其实有当时啊，因就感觉讲这是足正常的代志。讲真正的，我感觉真侪大人，也是讲咱遮的政治人物，嘛是定定讲一寡有诶无嘛。咱敢有用共款诶标准去对待因？我感觉即个代志，若是大家讲的，啊，就准拄煞，伊并无受到什么惩罚啦。啊，所以咱对囡仔啊，妈要讲囡仔，伊嘛是大人啊啦。只是讲即款的标准，我感觉吼，会当若是即届建立起来，安尼以后咱对遐有权利的人，是毋是更加严肃一点啊？较对。是。对。啊，另外我嘛爱讲哦，我感觉其实即个代志哦，伊嘛是足有味的啦。因为你也想吼，像阮囡仔吼，我即本伫国小教册。你个囡仔嘛是有当时会讲，哎，阮妈妈就是讲吼，叫我爱较认真读册，以后吼莫像伊安尼遐尼艰苦，做一个劳工啊遐尼艰苦。你看即句话，伊讲因妈妈讲的，真侪刻板印象啊吼。嘿，毋是，我感觉讲，若是本身伊是即个族群的人，伊讲出即款话，其实是无问题。伊并毋是伫去是家己的族群。也毋过，若别人讲，那比如讲一个老师若讲即个话，安尼就完全就毋对啊。所以你爱看有一寡一寡场合，还是讲一个身份，还是什么的脉络底下讲到遮个话，拢是需要去检验的啦。所以你爱讲其实即个言论哦，是安怎去互人鉴定讲这是一款歧视？其实嘛是爱做者。都在遮个内容出来了，无毋对，不断地从细汉开始教育，就甲伊讲，你讲什么话其实是毋对的。其实伫足细汉的时阵，伊开始讲的时阵，
像我都会甲伊讲，你安尼讲安尼是一个 case， 啊，毋过我袂甲伊听话，我嘛无可能甲伊讲啥物较严肃的话，我嘛无可能甲伊讲哦，你安尼绝对较骂，绝对袂。我颠倒我会甲伊讲，因为你搁细汉，所以你从即阵开始学，这是会负的。啊，慢慢啊，老师，这两个大学生，你感觉会负还袂负？我是感觉因较早是安那学的，我是毋知影，因为我感觉足严重的啦。伊真正吼对所有你想会到的族群，遐落实的族群，伊全部拢拍着啊。我毋知影伊这是伊从细汉到大汉是安那去。我颠倒我感觉伊毋是毋知影这是其实，颠倒伊是知的。我是有一种感觉，我要请教着朱同学吼。因为即摆其实大家看网络顶头吼，真侪迄个单口相声啦吼，迄个喜剧演员啦吼，定即种言论啦吼，啊么是安怎讲甲大家会欢喜会爱笑会来讲，因为伊会感觉好耍，会感觉好笑。咱的教育敢有通啊教育甲讲，互伊感觉讲听到即种物件会袂爽快。无好耍，唔通甲当做是趣味的代志。恁的同学内面，恁的同窗内面，敢有种意识，还是讲大家其实平常时吼，私底下也是提出来呢，滚耍笑笑，但是在台面上是真正经。我感觉这在教育的之外吼，真侪人是安尼哦，是毋是安尼？我感觉这个问题是真正有。发生的代志，就是这个现象真正有发生。先互大家看这张图好啊，这张顶头写血目4.05长，血目4.05长的意思就是，咱知影有一个词叫做血目3长嘛，啊，那会变做4.05咧，就是伊甲这个3去定1.35了后，变做4.05。啊，是安那1.35。对，1.35就是原住民加分的政策，讲因若是有学家己的族语的话，就会使加分加1.35倍。但是其实这个政策到即马嘛，毋是安尼咧，安尼咧实行的。但是对照真侪毋是原住民的无了解的人来讲，因无了解，因就感觉讲安尼无公平啊，所以伊就写一个血目4.05长。啊，其实实际上伊就是感觉好耍啊，感觉趣味啊。当时伊嘛咧背后讲一句话，伊讲原住民加分是对平地人的保证，但是咱感觉这哪有可能是安尼？就是伊就是对我来讲啦，遮个人就是无聊当作趣味啦。搁有另外一个，这嘛是今年台大学生会选举内底，伊要选社科院的院学会会长的人，伊咧开啥物选笑？伊咧开当年香港发生政治事件、发生反送中的事件的时阵，伊咧笑遐个抗争者。但是这个人伊即马咧选台大社科院的院学会长，伊嘛是共款有出来道歉啊。但是因为伊开的迄个选笑，伊讲的迄个选笑，毋是咧讲咱台湾人，毋是咧讲性别的物件，是咧讲香港的物件，香港人，所以伊无妨，就是网络上就是新闻无甲提出来讲。但是即款人。敢有法度做台大学生的代表？我认为无法度啊。但是这款人就是像主持人拄我讲的，拢甲无聊当作趣味啊，拢开一寡无正当的耍笑啊。我感觉台湾即马需要的是，互遮的人知影讲，啥物物件是会当讲耍笑的，啥物物件袂当讲耍笑的。但是伫我的同学内底，我相信遮的人其实毋是少数啦。你讲伊真正真侪，还是讲大多数拢是吗？嘛毋是安尼，但是我相信伊绝对毋是讲少甲咱会使甲忽略，少甲讲咱会使讲遮个人无存在。这我来趣味吼，感觉真好奇，就是讲，这显然用法律来来个纠正吼，可能嘛是无法度。但是法律吼，毕竟吼嘛是一个界线。敢有通用这个警觉的方式，还是讲有啥物其他的方法？来，互一般的这个公民教育内面有这种意识的。我头先有讲过，其实咱法律一定有规定讲，咱袂当有这
安尼类似的言论啦吼。当然，咱台湾并无一个法律叫反歧视法，吼。啊，即马大家嘛伫倡议讲，咱应该来定一部法律，就是讲反歧视的法律，吼。我感觉头先老师讲着上大的问题是，这学生啊，伊知影家己伫做欺视别人的代志，吼。毋过伊想啊，有愿要安尼做，调工要安尼讲，伊调工要安尼做，伊要想要展现就讲伊的优越感，我比你较厉害。吼，我可能我家境较好，我安怎，所以有时我感觉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会发现讲，咱会讲出安尼言论的啊吼，大部分拢咱讲伊个欠缺同理心，吼，欠缺一种同理心、换位思考的这个问题，吼，所以我感觉对家长来讲啊，吼，阮看的案例，对家长来讲，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这一定要为细汉开始教，咱发现咱的囡仔开始你讲，我感觉伊做大箍的。吼，我感觉伊生啊说歹，咱就爱甲伊讲，你这言论是伤害着别人言论，伊真严重，吼，伊真严重。你袂当甲讲，袂要紧，你个细汉无安怎，啊是讲啊伊拢道歉嘛，啊无你是要叫伊安怎？吼，这真正咱爱为细汉，咱家长就爱有安尼意识，去甲咱的囡仔教育安尼。我感觉这件代志咱必须爱认真严肃来看，为细汉开始去教，吼。那我看过做一个家长会去讲袂要紧。啊，伊个细汉大汉伊就捌啦。毋过咱看到实际上的例子就是讲，囡仔甲大汉，伊嘛是袂了解，伊只是一直进化安尼，会两个空愈来愈侪安尼尔。所以呢，听律师安尼讲吼，要饲一个囡仔，教甲伊的成熟，而且方方面面吼，四面八方安尼拢安尼真周全，其实嘛无简单吼。做一个公民教育的老师吼，恐惊的吼。挫折感嘛真重的哦。我敢若讲，咱伫学校是尽量教，拼命教，拼性命来教。咱做老师的目的就是希望一个社会是安尼嘛，平等、公平、多元嘛。所以你讲做老师的人敢无可能？你就教安尼嘛。但是其实我讲实在，我分享一个代志就好。我迄带迄专题报告研究对无？正常就学生甲我讲，伊要做啥，你敢知？伊讲伊要做原住民加分，伊就是袂爽这样代志。伊都讲为什么会使加35%，就是乘以1.35嘛。我甲解释，我讲这是做我就是甲解释讲这个历史的原场对无？伊听袂落去啊！伊讲伊要做啊！啊，我即摆我身为就是伊的老师，我即摆要安怎？我讲你袂使写这个题目，伊他妈讲我咧个创，我霸凌伊。所以我讲好，你若是确实要写这个议题，会使，但是你要公平，你要甲伊的历史的原场，就是讲，当初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你要写清楚，啊，再来分析讲，啊是毋是？而且这款物件会使讨论，就是讲，35%，这样嘛有人反映这样代志，所以过来讲，经过迄个母语的考试，再使个35%，你若无过是20%。加这，所以讲，这问题你要甲写出脉络，要讲清楚，安尼报告麻烦你安尼写，拜托。我嘛是甲拜托哦。啊，伊若无安尼写，我讲啊歹听，但是伊写完还是坚持伊的意见。啊，我嘛无法度，因为我对我来讲，这就是变成学术审查。我会使分数，但是我袂使讲去甲伊学术审查。所以我即摆是讲，甲你还原，而且这个同学咧讲的时阵，边仔几个听啊就欢喜，笑甲嘻嘻。伊咧讲这样代志的时阵，讲伊要写原住民加分这样代志的时阵，边仔4、5个大波囡仔笑甲就欢喜的。因讲对我就写安尼，为什么因使加分安怎？所以我哋讲这款代志，其实是。人类内心因的一寡愤慨，伊无法度去表现。啊，今日讲的是我学生，咱甲公共来解释是。但是伊若无即寡疏通的管道的时阵，伊就是会透过网络的方式，有无？所以讲，今日你这两个讲啊歹听，你讲这两个这两个囡仔，伊嘛是算是天之骄子啦，两个拢建中毕业的啦，啊家境拢足好的啦，一个出来佫是中研院的，哦，就是讲。毋是我讲的，伊个写点头的，伊就是认为阮兜就是中研院的，无你想安怎？我建中无你要安怎？但伊认为这就是伊的天之骄子，伊只恰亚嘛。迄是讲今日歹势都要出代志，啊，大家开始骂，伊再发现讲，哎呦，一寡代志敢若好像有较严重安尼。但是我相信伫伊成长的过程中，应该迄寡同学内底，大家即寡出身背景雷同的吼，袂歹环境，因就是安尼共起死还是安怎？我分享这样代志就好。我袂讲这两个囡仔，这两个袂讲囡仔，这两个其实嘛大人啊。我袂讲这两个学生吼是歹人，因为伊讲歹伊是恶趣味吼。但是我分享一样代志，就是讲蠢跟恶的距离，念头甲歹人的距离吼，有写起无讲种远。而且我甲你讲一样代志，一个人吼蠢久了会变歹人。
这就是咱大家烦恼的所在。所以就可能讲，这个学生啊、囡仔安尼，其实敢有需要安尼大家安尼大人安尼大惊小怪呢？我甲你讲过，戆久啊以后，伊真正会变歹人。这就是咱上烦恼的代志。这我是要请教朱理事吼，恁洪老师吼，咱咧处理这个性平的事件内面吼，尤其咱看这个证件内面吼，嘛真济讲，我男性就是安怎吼，这种有的是迄个，咱咧讲物理基础的，有迄个物理基础的，迄个物理基础的，你安怎来对头壳甲歪过来，甲慢过来，这透过咱咧讲，若是迄个极权的社会吼，会讲落解啦，安怎啦，咱就无法度啊。当然啦，咱这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吼，先教啊，甲沟通个，咱是透过什么方式？尤其咱即摆教育机制内面，有教啊无教。其实他拄仔讲到迄原住民加分的代志，连即阵的囡仔，因嘛知影即款代志，因嘛是会伫上课的时阵讲出来，伊就会讲，哎，咱无公平啥物。其实我嘛是甲讲，你若是我感觉吼，你嘛是会当加分。你若是用原住民的文字，用因的话落考，啊，你汉人去加分，我赞成。加1.5，我拢赞成。我嘛是会甲讲。伊去想看卖诶，一个文化是安怎伫一个社会内底变成一个足中心的文化？伊对别个族群的文化是用什物态度去对待嘛吼？啊，咱是加分，我甲讲，其实加分，你会当用你会当想看卖，用什物方式会当互即款代志更加平等一点嘛？可能加分你会感觉伤过粗嘛吼，安尼咱会当用别项的代志，可能想要较幼路，还是安怎？咱会当想即款，而且毋过你袂当直接感觉讲伊即件代志，即个族群是毋对。伊敢知影讲，其实即个加分的名额无在正常的名额之内。吼，阮上早就是讲即个，啊，毋过无效，因为咱的社会竞争即个代志伤过严重啊，就算讲无影响到伊的名额，伊嘛无感觉，伊讲啊，伊就是入来啊，对无？我就是目空赤，伊就无应该。对，所以即件代志就是咱108的课纲内底强调共好，啊，毋过其实伫大家的心内拢是伫竞争。我感觉讲好即个价值啊，阁无深化伫咱的心内。那像他拄仔讲的，到底言论自由有包括欺识内底无？对我来讲，即件代志是我不断伫迄囡仔，伫足细汉，因5年开始，伫遐开始接触到社会的事件，咱开始伫讨论的时阵，我就不断甲因讲，其实多元。咱无法度包含一个物件是伤害多元的，所以你若是有一个言论，伊是颠倒会对咱的多元内底去伤害到，我感觉即个物件是爱互人辨识出来，而且互伊爱特别去较细腻，袂使互伊去伤害到咱的多元的社会。所以同款的道理，言论自由袂当妨害到自由，所以。若是有一个言论，伊有去妨碍到言论自由，我感觉这个言论是需要去互人特别重视，而且把伊隔离。这就跟咱伫种花共款，若是一种花外来种，伊脱了足紧的，咱就爱甲伊隔离起来，袂当互伊脱过边仔的所在，无别个拢毋免大，拢毋免种啊。老师的立场是较激烈哦，爱甲隔离起来哦。对，就是你会当看到。你会当互大家辨识到讲，即个言论这是无恰当。这某种程度是社会消息哦。无消息，伊其实是爱互看到。我感觉大家需要讨论，到底即个言论的存在是安怎？迄是一款大家伫即个舞台顶悬，大家去讨论讲，伊敢是有需要去互人结？其实哦，咱就知影讲 PTT 内面有一种文化叫浸水桶。吼，你若是违规啊，即个班规若违规了，你就叫浸水桶。浸水桶就是3个月你就袂当发言。吼，那么
既然 PTT 有通啊行之多年有这种方式，那么一般的这个言论当中，咱应该有法度在积极在各个领域内面有发展到家己的规则啊。只是讲这个规则会变做足济吼。这我要来请教着朱同学吼。咱其实咱转来看这经济系这个因的证件吼，其实还有一组人吼，伊嘛是就敢若咧滚双球。咱来好好看一下吼。伊讲哦，会办无限制拍麻将，哦，每个月来举办着政务质询会，每个月爱摒扫会办，吼，这听起来也小可正常啦，吼。只是讲无限制拍麻将，吼。啊，第五无食海底捞，吼。啊，第六催讨下学会这个会费，吼，而且第七。在社科院爱起哦，瞬间移动通道至代正门，但是伊佫家己有写一个悔改书，还是写一个说明，伊讲哦，其实哦，阮哦是一个放弃，吼，阮调工咧警惕，讲哦，就是因为这个不便哦，所以阮调工来写。咱哦相当来做一个比对哦，来看这个言论。哦，什么 LGBTQ 啦，甲狗不得在会中啊、会办啊来拍这个传说对决啊。咱会当来讲这两个证件来讲，一个较正常，一个较无正常嘛？还是讲咱一律袂当在这证件当中，拢写这个有诶无诶不得不切的？你的意见安怎？我认为其实两个比较起来是有差别的，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拄啊，较侪项的即个，伊的证件虽然讲伊是咧讲双笑，但是实际上伊有提出讲，伊提出这个证件，伊家己的想法是啥物？政治毋是袂使用一寡较具体的方式、较趣味的方式提出来甲大家讨论，但是政治袂使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提出来讨论，尤其伫咧阮讨论学生自治。阮咧讨论学生自治的部分，就是阮无希望家己的学生自治是互别人管的嘛。所以咱咧讨论学生自治的时阵，有一个重点是咱爱知影讲，咱家己讲的遮的话是咱家己爱规范咱家己的，就是尤其看到即两个其实无共，哪像讲拢咧讲双笑的部分，但是。咱看会出来讲，第一个即个人伊写遮个证件是，伊真正想要做一寡无共款的代志。意有所指安尼。对，伊是真正咧，甲别人讲，伊看到一寡真正需要改变的代志。但是你看第二个伊就是一副就是讲，伊甲其实当做一种足请赢、足惨的代志。我只要今仔日就是大家拢咧网络上讲一寡受婚言论，拢毋敢。真正徛出来讲遮个物件，但是今日我徛出来，我徛出来甲大家讲，其实甲受训伫咧代内底是无所不在的。遮人因真正毋知影家己讲的话是其实嘛？我相信就亲像拄啊历史甲老师讲的，其实因拢知影啦。但是为什么伊会讲遮个话？啊，伊会感觉讲，我就是知影，遮明显，啊，你会毋知？你就是我就是讲甲明显，就是挑工咧警惕，我是讲耍笑的啊，我也无恶意啊，伊会安尼来反驳啊，你会当接受这种讲法？如果无恶意，就会使去伤害别人的话，咱讲一个较歹听的啦，10个台人番内底有9个拢会甲你讲，啊，我毋是挑工的啦，就是这个物件是，毋是你事情安怎想？是事后，大家咧看遮个物件的时阵，会得到什么款的想法？会有什么款的意见？朱同学，我相信你学人类学，你也知影人类学内面有一种次文化吼，就是次文化，就是主流的文化甲次文化。啊，这个次文化是这种 counter， 就来对抗这个主流文化，啊，不断的反抗，不断的反抗。譬如讲，在美国有这种 hip hop， 吼，即 rap 嘻哈文化。内面一寡歌词啊，拢是咧共警惕，拢咧共骂，啊，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知识。有诶，甲当做是抗争；有诶，甲当做是吼一种反抗；
有诶，甲当作是一种批评。你敢认同这种文化？我认为厝文化这种物件，应该爱回到伊诶脉络来看这件代志。但是实际上，这厝文化因有因家己发展的过程。譬如讲，咱也知影讲，咱台湾有一个歌手，即个医学院的，伊就讲我安怎我凊彩考，我嘛比你加分的搁较厉害。伊的歌词就内面来写，你敢袂当接受？我家己是认为，我无法度接受安尼的言论，因为这个人因其实是摕到真侪优惠来处到因即马的地位的，都亲像拄啊黄老师有讲到的，即两个同学因的家庭背景拢真好，因都是所谓的天公仔囝。所以，如果你已经摕到真侪优惠，你已经运气真好啊，你搁去开这种商场，我感觉足无品德的嘛，足无道德的。即我要先请教公民老师先跳过历史若是安尼，你这要安怎甲教？要安怎甲伊沟通啦？莫讲甲教死啊！我较早拢有甲先讲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故事。平平两个囡仔，迄是之前一个杂志的报道，而且事实的哦，两个学生囡仔哦，一个伫台北大安区大汉的，一个是伫咧南投一个山区内底。我就甲学生讲，最后当然咱学测的分数是安尼考入去嘛，所以最后会使考学测悬的，就绝对是迄个住台北市迄个嘛。我甲学生讲一个故事，就是讲，无咱今日就甲颠倒一下，命运改变，台北迄个。迄个当初本来考台大迄个对无？你甲调去南投迄个山区，你甲迄南投山区的囡仔甲调来台北市大安区，18岁的时阵拢去考学测，送的考到迄个歹势，一定是台北迄个。所以毋是你外巧，毋是你咧外高，是你的环境造就你今仔日即个成就。但是你摇摆，你认为是靠你家己，你认为即个人是靠家的，所以我就是用即款将心比心的方式去甲学生解释这样代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伊这款物件你嘛袂使讲，你袂使用这款教条式的讲，你就是歧视，就是不对。你安尼讲，学生无咧睬你。所以我就是用这款一个台湾两个世界这款方式，互伊去解释，互伊去家己想讲是毋是安尼？因为换位思考啦。对，就是安尼。其实我感觉我有一寡意见啊，比如讲，头拄啊主持人你讲的嘻哈文化，还是讲其实有一站的摇滚，嘛是拢有一寡足抵抗的歌词伫内底。当然，内底写甲足无文雅的啦，一寡暴力，也是一寡像迄较无适当的文字拢伫内底。问题是，伊抵抗的是啥物？我常常讲，其实咱主要伊像即个证件内底，伊所其实的族群，伊若是写的是总统，伊写的若是政治人物，也是一个企业家，我相信大概袂有遮尔大的反应，所以重点是伊伤害是虾米人，伊所抵抗的是虾米人。你若是拍的是咱社会上的弱势的群体，安尼甘对，就是伊袂当共咱讲的虾米迄落嘻哈内底所抵抗的一个威权的文化做比较，安尼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所以权利这个物件，咱就爱讲，所以我一直讲，若是即个人犯的，若是一个有权利的人，咱是爱更加用更较大的力量去阻止伊，去惩罚伊，较对。这就要了真侪时间，爱开真侪时间，来不断的透过一个 case， 一个 case 来谈来讲的吼。嘿，所以教育本来就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本来就爱对细汉的时阵，对足侪足游玩、足优惠的一寡。事件，嘿，然后一寡话，伊讲了，伊比如讲，伊凊彩骂一个讲，像迄猪咧，然后你甲想啊，若是咱平常，伊可能甲考的囡仔就会讲，你安尼，老师你安尼意思就是讲，猪是无好的吗？我毋是伫骂伊的，我只是比喻尔，猪毋是无好啊，伊若是安尼甲你讲。你要安怎讲？所以有一寡人，伊就是伊足巧的，伊用伊的巧来包装这无适合的言论。对，问题就是安尼。迄阵我当然拢会好好甲讲，你心内家己知影，你讲这个话的时阵，到底是真正是伫骂人，还是你是真正甲
猪甲人放伫平等的地位，这是无共款的。所以你爱想哦，有一寡囡仔就是伊，就像这共款啦，就像这两个候选人啦，吼，因嘛是巧人啦，伊毋是毋知，只是伊安怎对待伊。安怎看待讲伊伤害这件代志，伊无感觉有啥物无毋对，安尼就是咱较痛心的所在啦。因为我感觉讲，咱的社会慢慢啊，伫咱多元、民主、平等这个价值是爱伫咱真足细汉就爱拢知影，而且重要的是咱爱用这款方式来对待伊，所以。较困难的就是伫遮，咱无法度直接甲伊派咯。是听起来呢，大家要教育囡仔是足辛苦的吼。这本来无简单啦，我真正是安尼啊。你讲家庭教育，我嘛是感觉家庭教育真正真重要。咱一直伫思考讲，伊到底有恶意无？咱进入这个思考时，其实咱入去一个陷阱啊。咱这件代志无应该去思考讲伊有恶意无，因为伊有恶意无，这是以伊为中心。今日宣布的代就是讲伊。敢若以伊为中心去伤害别人，问题是你一定造成别人的伤害啊！你对这个社会对人是欠缺一种关怀甲关心的，吼，所以咱应该去看讲这种，你感觉这种快乐，不过这种快乐是伤害别人为真谛，所以这是法律无绝对袂允准的。法律无允准嘛，这就是我要来请教律师就是讲，啊，敢有可能通成立一个反歧视法？即马就是咱各界拢咧讨论讲，咱应该有一个反歧视法啦。咱来看这个图表啦，你看，哦，这个美国的戏剧吼内面的演员呢 ，Chris Rock， 伊伫颁奖的讲吼，让这个头毛吼落去，啊，共笑人讲啊，你这个光头，吼，啊，无落因翁哦，就系摔落甲没落去，啊，变做你共动手的这 Will Smith， 变做歹人，吼，坐来。啊，这 talk show 哦，这咱台湾的讲吼，咱在阳间烧的物件，在阴间拢出现一份。那么阴间是毋是呢？拢有两个地南洋，哦，这就是真明显的吼。啊，这无好笑。啊，搁有，咱来看这个瓜文帖，哦，伊讲哦，富山区只剩一个坑，哦，啊，查某人大腿当中来讨生活，哦，这个吼，那。在某种的笑话内面，可能在这个 bar 内面，吼，咱就听，尤其这真侪这个英语的笑话内面，会变做来厝内，变做安尼来讲，像这种，那法律有法度甲规范吗？咱即摆就是讲，这言论啊，吼，那有涉及到咱有一个性骚扰啦，吼，就是讲对性别歧视的话语内底，吼，其实咱是有法律去规范。啊，毋过问题就是讲，咱的性骚扰，伊若讲的时候无对象。对，问题就是安尼，这就是讲，咱现在社会上要倡议讲有一个叫反歧视法、反仇恨法，吼，就是讲你袂当去对特定的族群，吼，去散布一寡歧视别人的言论安尼。所以这是有可能来成立的这个反歧视法。即马一定大家伫讨论啊，嘛一定有法案一定提出啦。其实伫校园内底，这款话是会上性平会啦。是无到刑法的地步，啊，毋过性平会是会当处理的。嘿，比如讲，伊爱去受8点钟性别平等的教育，迄是爱的，迄是有啊。对。但是就这两个代的学生来讲，我看因写的物件，毋那是性平会哦。嘿，对，哦，可能要族群，尤其咱学这个人类学的人来看。这完全违反到这个族群多元的这个意识，完全就是拢无去啊！啊，而且还佫有这个刻板印象，吼，你知影因，尤其恁校的人吼，对这两个人的理解，因家己平常时就是安尼吗？还是平常时看起来正常？实际上这嘛，真拄好，就是我前阵啊，伫咧参加一个记者会，就是。这咱台湾大学原住民学生反歧视行动小组的记者会，就是咧反对讲，因为咱用这个4.05的这个笑话来，一个真无好笑的笑话来歧视嘛。咱讲伊是咧讲生笑，实际上伊是咧歧视嘛。结果这两个同学咧走来阮记者会闹场。哦，走来闹场。对，因两个伫咧这个证件还袂
发现进前，因走来闹场，因走来甲阮讲，啥物？因认为就是这个制度啊，是咧甲因欺负啊。啊，因佫讲啥？因佫讲啥物？大家自细汉拢是共款平等的啊，共款拢为袂晓讲国语开始啊，慢慢学，学到即马较会晓讲华语。所以你袂使讲啥物原住民，因为因古早的一寡历史的暴力，所以因即马需要互补偿。但是即两个人其实实际上就亲像拄仔咱有讲到，因都是天公仔囝。但是即种天公仔囝其实伫咧代代内底无在少数。就是其实代代内底有真侪即种自细汉拢足顺遂的人，所以因就会感觉讲，我厝着的遮个优势拢是我家己努力拍拼以来的，所以别人只要今仔日甲我会摕甲我厝着的一寡资源无共的话，我感觉因是无够拍拼，无够努力，才会变做即款即种模样。朱同学，伊走来恁的会场。来抗议、来表达意见的时阵，你有甲伊相对上有甲讲恁的理由无？有啊，阮的伙伴、阮的其他的朋友都会甲伊讲，阮认为为虾米即个制度，甚至讲为虾米恁袂使用遮个技术？啊，相信伊是无接受啦，对啦，无咧听。即个类型的拢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伊家己的想法为中心。袂去思考着别人啦。那下早就细汉就会啊啦，无可能到遮大汉，啊，佫无教育的代志。但是我好奇的是哦，黄老师，伊这若是有认真的咧甲你反驳，就表示讲伊是认真安尼认为哦。伊真巧，伊挑工，伊不但巧，伊知影什么是歧视，所以伊挑工。有人讲这就是挑工出来反对咱所讲的政治正确。因为咱即马教育拢甲学生讲一寡道理对无？伊拢知，伊比咱在座可能拢捌，伊巧到有寸。我来分享一样代志，那这是另外一个案例，伫咧高中，进前伫咧中一中的一个园游会，这是一个园游会的菜单，我看下敢若是足普通的嘛，化学式吼 ，C5H5Na， 看来是足普通的化学式对吧？啊，中文叫做烯欢钠，啊，看是足普通的对无？但是你会晓台语就知嘛。伊条工就是咧考试，伊就是咧故意讽刺，死番仔嘛。但是伊足巧诶，伊巧到什么程度？伊竟然用化学式来甲包装。你看这人有厉害无？啊，安尼两个，这就是因的菜单。啊，这样代志当然嘛是，结果这个伊这菜单，啊，结果放喺网络上以后，去用讲啊再撤下。我即摆好奇的是两样代志。第一，伊当初是设计这个喜欢呐，这个囡仔，这个学生，啊，因班上是同意做当做园游会哦。即表示讲，这个中英中这个班，上少是这个班的学生是同意，全部拢同意哦。啊，老师咧？老师我不确定，我唔知因的导师敢有知影这样代志。你若讲导师若知个同意，我嘛是感匪夷所思啦。拢无原住民。所以我唔知，你刚才就这代志，啊，这样代志，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骂嘛，骂了以后学生就回失咧，啊，结果其实学生无回失咧，这回失咧是校长，是中一中的校长。讲歹听，伊要故意为就会回失咧，啊，这样代志有后续哦，你知影什么后续？这代志了以后啊，有迄中一中的，迄家长去甲迄议员投诉，伊的囡仔就是原住民，去用拉进迄群组，迄学生毋就在群组的嘛，甲伊学生甲囡仔 Q 迄个群组，啊甲考试，甲侮辱，啊迄囡仔退出群组了以后，搁甲叫你啊，搁甲霸凌，搁甲考试，搁甲侮辱，你看都已经发生这样代志啦，大家社会都咧骂对无？叫这个学生，搁会使甲这学生，搁甲原住民的囡仔叫你来，搁继续甲你侮辱，所以你讲这。啊！这个学生敢无会教育？第一志愿的学生呢，讲要票比咱在座的项目票。你迄本册倒背如流。对，倒背如流，讲你根本考试一定考100啊。而且已经出代志啊，应该是继续安尼做。我刚才是甲讲，所以有一寡人会私来讲啊，这两个台大，这两个较衰啦。但是我想吼，但是我认为这不是衰问题，这是一个现象。这就王老师安尼教遮用力吼，啊，也是有学生有安尼吼。在我的感觉是，上后要请4位吼来讲，就是讲，是毋是社会影响吼嘛真大呢？其实咱的政治人物啦，咱的这个社会是戏剧的人啦，还是这有名的人啊，其实都在拢讲到即寡言论的足济，但是咱真简单就甲原谅去啊，朱同学。我想，这就是咱社会即马上大的问题。我感觉其实咱拄仔一直咧讨论讲教育啊，还是制度啊、法律啊，
但是实际上上大的问题是，咱的社会就是一再咧容忍这的言论出现，尤其是当咱有权力的人讲出这的话的时阵，咱袂去甲制裁，咱袂用选票去甲讲，恁讲这的言论是唔对的代志。咱会讲哇，伊讲话哪会遮真？咱会讲哇，伊讲话哪伊哪都敢拢敢讲别人，就敢讲别人唔敢讲的代志。但是这就会造成讲学生嘛会感觉讲，我敢讲别人唔敢讲的代志，我就请赢的，对，我就穿的。但是唔是安尼呢？真正唔是安尼。我感觉这是咱的社会整体社会需要去反省的物件。真的是。是，咱即摆社会确实爱来面对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咱有一寡政治人物，也是讲咱有影响力的人去讲出这个言论的时阵，咱会讲哦，伊做坦白的，伊做假的，伊别人唔敢讲的，伊敢讲安尼吼。啊，无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讲啊，袂要紧，无安怎，莫安尼大惊小怪。咱必须要做严肃来面对这个问题。另外是我头先讲的，莫忽略家庭对囡仔造成的影响。伊做细汉的时候，咱就要甲伊讲，这件代志。